福菜苦瓜大家常吃吧，我们的就不一样，我们是用蒜的。福菜苦瓜成了涮肉汤底，客家菜新颖的吃法。但锅里不见福菜，原来是包在苦瓜里，滋味更合一。我们的梅干扣肉瘦的比例要偏多，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吃比较瘦的。还附上酸豆解除油腻感。客家菜必要用到的萝卜干拿来炒鸡柳，搭配自制辣酱，讨好年轻人的嘴。所谓的青春客家菜就是融入现代，让客家菜的元素能够融入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。將一啲嚟改變客家菜是有新嘅食法。將一啲嚟改變客家菜就有新嘅食法，係，對不對？只要一點改變，客家菜就有新的吃法。對。餐桌上还吃得到客家传统的口味，但也多了创意和新鲜感。中卷做到像薯条一样，肉类去骨都更方便食用。点子来自24岁的儿子林昌贤，老爸林荣峰坦诚，刚开始他觉得太冒险。没有打动我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想。我觉得你这样做太危险了。我做了20-30年，我觉得我比较行。毕竟林荣峰做客家餐饮长达30年，传统的客家口味怎么拿捏，大鱼大肉、宴席菜他都拿手，儿子也深知这一点。虽然我要做青春客家菜，还是要在口味上让它保持着那个本土的风味，客家最精华的那个味道要把它保留住。新一代想转型，并非将传统完全抹去，是更讲究菜肴的精致度，有没有特色，想塑造什么样的形象。希望说客家菜这种菜系呢，是可以让我朋友出来聚餐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聚餐。我不把它当做餐饮业在做，就变成是一个做品牌、做一些开心的事情。从餐点设计、摆盘氛围的营造、通盘改变，成功获得客委会评选为示范餐厅。而父子2代相互激荡，成果已经被看见。请一直来改变客家菜就有新嘅食法。请一直来改变客家菜就有新嘅食法。谢谢宗宇老师。